爷爷，这是我的包子。我饿了。您家住哪儿啊？有家里人电话吗？爷爷，这个也给您，您就坐在这儿慢慢吃。我报警了，一会儿警察就来找你啊。我上班去了。我现在又饿又渴。我也很饥渴，因为我看到了总裁，听说他又拿下了10个亿的项目。你干嘛？你不知道我之前得罪过老板，果然是个变态。那把你的脸收好，我还要给客户送合同去呢。哎，我去，这个文件给你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爷爷，我不是让警察来找你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去上安村找我老伴儿去。那我带你去呗，上车。口渴了吧？我去给你买瓶水，等着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120。这么贵？你这黑店啊，你这是？你看他拿了多少？您拿那么多，您吃得了吗？我就买。你要不给我买，我就不走。行。我有这么多好吃的。哎，给你吃一块。走喽。爷爷，我们到了。老伴儿，我回来看你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，这是你爱吃的鸡翅、锅巴、豆腐干、卤蛋。这老头又来了。您认识这位爷爷啊？见过几次。听说他媳妇儿当年就葬在这树下面，这么多年，每年他媳妇儿生日他都过来。老伴儿，我想你了。那您知道他家住哪儿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爷爷，您先暂时住我家，等想起来您家在哪儿，我再送您回去。哎，房东阿姨，干嘛把我东西扔出来啊？我儿子马上就回国了，这个房子呀，我不租了，您呢就去别处吧。哎，哪有这样？哎，孩子，没事，到我家去住吧。您想起来您家住哪了？这豪华小区1平米20多万，爷爷，这真是您家吗？我忘了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记忆又错乱了？我打车送你过来花过100多块钱呢。爷爷，该死，我在这儿碰见老板呀！爷爷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。爷爷，他是你爷爷呀？哎呦，赶紧带他回去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孙媳妇也得住咱们家呀。啊！谢谢你帮助我爷爷，以后你就住这儿吧。看来他不记得我了呀。这椅子怎么调啊？星星看着你看着我，眨着眼像秘密，人都在无意中突然不好意思啊，踢疼你了吧？没你咬我的。自己的老板同居是种什么体验？哇，这不错。别动，我插花呢。那是景德镇的绝版青花瓷。最下层的你随便喝，盒子里的不要动。这什么酒啊？不让碰。我来看一下多少钱。放心，打死我也不会碰。17，周末你表姐订婚宴，别忘了啊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妈。大家吃啊！是。哎，17啊，你表姐都快结婚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你可别说了，本来过完春节17就要结婚了，请帖都发出去了，可是结婚前一天，新郎和伴娘搞上了，当场就捉奸了。别提那个渣男了，本来我就觉得配不上17。17啊，赶明儿有更好的，我给你介绍。不用，我现在进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，工资翻了1倍。现在我只想一心搞事业，
不着急结婚。这17可真有本事，都是二表姐呀，教育的好。哪有哪有。喝，接着喝啊，接着喝。江17，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？500钱公司工作有什么用？不还是照样让人甩呀？那个新郎和伴娘第2天婚礼照样举行，现龙凤胎都生了。什么不着急结呀？就是母女俩呀，死要面子。我听说17到处相亲，没人要。要是我有这样的女儿呀，不羞的都没脸出门。为什么我没结成婚，他们要羞辱我妈呢？我妈离婚后一个人起早贪黑卖早餐把我养大，我真的特别想成为我妈的骄傲，可是为什么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好像永远都在让她丢脸。没酒了，干杯！渣男！明明是你先劈了腿，却说我配不上你。我哪里配不上？我配你绰绰有余！臭男人，给我去死！江17，那15万。可是他是渣男呀。砸吧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这些都是我弄的。这个青花瓷绝对是个赝品，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这屋子里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。老板，可以打个折吗？你不会忘了昨天晚上做过什么吧？小心！哎，我是不是真的不配得到爱啊？你配得上最后的爱。像火焰遇见氧气最炙热的证据。我喝醉亲了一个人，对方还是我老板。江17，收拾东西。您是要让我滚蛋的意思？我让你收拾东西跟我出差。厉总，您这么有钱，出差就住这种酒店呀？这是你住的地方，我住市中心5星级酒店。李总，之前给您预订的酒店被封了，别的酒店也订不到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睡床上，你打地铺。你去洗澡吧。你要对我干嘛？让你洗个澡清醒点。这份招标书凌晨3点前必须要做完。不用。我不洗澡也可以非常清醒，决战到天亮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我去洗把脸，继续工作。不用，我已经做好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车抛锚了。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完全打不到车啊。厉总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知道怎么走吗？这是我爸家，我爸妈离婚前，我从小一直住在这儿。
我还记得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煎饼，我小时候老去吃，真怀念那个味道。比起煎饼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加速啦！厉总，恭喜啊，招标成功，谈成了上亿的单子。谢谢。这是哪儿？老王煎饼，这不是你最怀念的童年味道吗？就当给你今天的奖励。好好吃啊，还是那个味道。看爸爸，头上长犄角。原来他还有这一面呀！爸爸，我也想骑马。骑什么马？你烦不烦？你要去找那个小三儿，连自己女儿都不要了吗？离婚吧！我不离。爸，不要走，十七不想爸爸走。放手！曾经我一直以为他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他可以是个好爸爸，只不过不是对我。17，走吧，厉总。8点还有一个庆功宴，需要你致辞呢。不是要去宴会厅吗？这是哪儿？游乐场不是闭园了吗？现在专门为你亮。你不是想骑马吗？有些童年的伤痛是没办法追溯的，但也许你总会遇到一个人，他会帮你重启记忆，一切生成美好。17，我喜欢你。我就说贾17会相信吧，看看他满脸的像个癞蛤蟆似的，还这么自作多情。贾17都过去了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干嘛？参加同学聚会，这一次我一定要逆袭。哎，17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那么丑，不敢出门的嘛。哇，17怎么变得这么好看啊？17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怎么变这么漂亮啊？要不是昨天晚上加班熬夜啊，今天的皮肤状态更好。你现在才跟我们班班花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要被男人甩。你在结婚当天被退婚的事，在我同学圈里啊，可都传遍了。你这看男人的眼光可不行啊！哪像我老公，才30岁就已经是总监了。那你老公有没有同事可以介绍给17啊？嘿，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看，这是我老公的司机。把你老公的司机介绍给17，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人家才52岁，虽然离了婚吧，还带着孩子，但是啊，人缘还挺老实的，陪17呀，绰绰有余。不需要，我现在呀，只想搞事业。你可别这样了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再拖下去啊，可就变成高龄产妇了，生出来的孩子智商都不高的。马上开股东大会，上次集团的报表你帮我收哪去了？就在抽屉下面呀。真可怜，这么晚了还要工作，不会有男人要。哎呀，掉头。对了，17，你今儿怎么过来的？不快20多岁的人了，还坐公交车来的吧？我可真怀念我们坐公交车的感觉啊！不像现在，只能坐我老公的奥迪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江17的男朋友。哎，这不法拉利吗？江17，你男朋友这青年才俊啊！法拉利住一天也才1000多块钱。17呀，你男朋友要是真有钱，今儿这顿饭该让他请的。好啊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我想和你的有钱老公一人一半，没问题。我们当然没问题了，倒是你这里很贵的，可别打肿脸充胖子。好，那就
随便点。澳洲龙虾、北欧三文鱼，还有这些海鲜，都给我们来大份的。再来一瓶拉菲吧。抱歉，拉菲多少钱一瓶，你知道吗？喝过吗？张口就来。是，我平常确实不喝这些。不过大家既然喜欢，那就再来一箱。这会儿结束以后，在座的每人都可以带走一瓶。哇，实际男朋友好帅呀！趁你一会儿没钱给怎么办？老板您好，您这边一共消费21万6千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20多万。那我刷一半，剩下的找那位先生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奥迪的贷款还没还完呢，赶紧去找江17道歉。17，我们就上学的时候小打小闹，看在同学一场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当做没有发生。17，有我在，有些事情你可以不原谅。我们走吧。都是你这个败家娘们，离婚！我刚刚是不是有点太土？是有一点，不过很帅。今天我要跟我喜欢的男生表白。东他的青梅竹马回来了。我去工作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就是立冬的室友吧？我叫朱荣，我们家和立冬家世世交，伯母说让我过来住2天，以后呀就请多照顾了。哎，你买了巧克力呀？可惜我和立冬都不爱吃甜食。嗨，我本来就买来自己吃的。自从他住进来之后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哎，你怎么穿厉总的衣服啊？厉总不喜欢别人碰他东西。哦，立冬说他的衣服我可以随便穿。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看看足球啊。晚上啊，晚上我看看吧，最近挺忙的。足球的出界叫界外，足球的破防要。哎，你看他是不是越位了？其实这个不算越位啊，不算吗？你没看到吗？那个后卫啊，想要造成越位，但是德国的前锋呢，没让他得逞，边裁都没举旗，这你都看不懂啊？我去倒杯水啊。其实啊，看不懂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喜欢足球。立冬啊，才开始从小学足球，每天打小抄写规则，才变成了现在的足球通。现在想想啊，当初他还是挺可爱的。哎，你不知道吧？立冬可是喜欢了我很多年。就算你是他的白月光，以前喜欢你，不代表现在也喜欢。不就足球通吗？我也能变成足球通。17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老板今天让我去买礼，说是要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你过几天不是要生日吗？他一定是要向你告白。不会吧？明晚一起吃饭吧。生日快乐。这礼物你不喜欢？没有啊，挺喜欢的，谢谢啊。立冬人呢？大叔去工作了。这个呀，立冬送我的。现在你知道立冬的心意了吧？可能他是对你好过，那也是因为我不在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呢就没有价值。那地变成了习惯，你注视条件，我照单成全。17走了。这个家呀，终于就剩咱们2个人了。那个讨人厌的呀，终于走了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咱们2个不可能。我喜欢的只有17。立冬，你回来了。谁让你碰我衣服的？脱下来，我不想让17误会。你不要凶我好不好？我看在你妈和我妈是朋友的份上，让你在这儿住几天。你要是再没有边界感，乱动我东西的话，你就给我搬出去。立冬，你不是最喜欢足球吗？我有2张球票，我们周末去看吧。我周末要陪17看电影。我一直喜欢你，喜欢你很多年，因为你喜欢足球，我才开始学足球，每天打小抄学规则。为什么你现在都不愿意陪我看球赛？因为17不喜欢足球。
我只想陪17做他想做的事情。哇，那是我给17的东西，不要乱动。不动就不动。你干什么呀，立冬？你会后悔的。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我后悔没早点把你赶出去。我是在你学生时代一无所有就开始喜欢你的，我对你的爱更纯粹更真。那个江17呢？他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有钱。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我有钱喜欢我，那我很庆幸我有钱。为了他，我愿意去赚更多的钱，这样他就可以更喜欢我。立冬，不是。今天我要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。失恋算个屁！我给你算了一卦，你今天必遇大帅哥。瞧你那样，失恋有这么痛苦吗？我不是心痛，我是牙痛。哎呦，臭流氓，你瞎拍什么呢？我拍我老婆关你什么事？我闺蜜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这摩托车就是我老婆。你有意见吗？哇塞，你老婆真的好好看啊！祝你们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护士，拔牙这么疼吗？放心，给您安排的是我们技术最好的医生。您好，我是你的医生林小北。不拔了，谢谢。不要乱动，不会疼的。这可不一定，我今天手刚受伤，我可确保不了力度。完了。这就完事儿了？嗯。你真是一个大善人，以德报怨。我和你说的注意事项都记住了吧？尤其是不能喝酒。我们诊所啊，会给所有拔牙没哭的小朋友这个奖励，代表你很勇敢。我才不是小朋友呢。走，姐们带你散心去泡酒吧。我不能喝酒。现在泡吧谁还喝酒啊？都是泡男人。你该不会还没放下那个大叔吧？你看的是谁啊？走。就那些歪瓜裂枣也配叫帅哥？这是不是通帅膨胀了呀？这酒吧帅哥招牌是他们老板，老板今天没在，我先去个厕所啊。小妹妹，在等谁呢？是在等哥哥我吗？哎，你别着急走啊！别碰我！别说不要，往往就是要呗。我的酒吧不止欺负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刚拔完牙，怎么能来喝酒？快看，就是他们！喝酒会直接刺激伤，你有没有好好听一听？我有听啊。你当我们不存在啊？那你就坐在这儿，再背一遍遗嘱。给我打他！侵犯违禁，6人戒酒，不吃麻辣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。给你一个忠告。医生跟病人交流的时候不要打岔，远离油炸。怎么样啊？背完了？背完了。今天出门没带项链，那奖励你个什么呢？不用了。哎，奖励你一个长得高、人品好、又会打架的男朋友，怎么样？谁呀？我。江17，我找你半天了。江17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是谁？我是江17的男朋友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晚上公司团建，所有员工必须参加。可以带家属吗？随便你。他就是那个让你失恋的人吗？没事，我帮你把这个收。老板，你说这个江17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一听说他请病假，你就一直找他，还帮他找医生，结果他竟然有男朋友。
别说了。不过有男梦也没关系，咱可以抢啊。17，来，17来晚了吗？老板，上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厉总，抢先一步。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做呢。我去给你买杯新的。腿怎么酸了？厉总，那我去买水了。17男朋友年轻，就是跑得快啊。刚才李总也出去了，怎么护手回来了？厉总，你又慢了。加油，厉总！哎，先等一下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他们两边今天谁输了的话，谁就跳女团舞。可以呀！这个主意好。加油啊！放心，除了王炸，谁也赢不了我。4-2，你就输呀！对不起。哎呀，女团舞！你们谁要是能上去替我跳女团舞的话，工资涨30%。我可以！我来！啊？所以你们老板就拿钱搞定了惩罚呀？这算什么嘛？我看呀，你们老板是彻底输给林小北了吧？我站林小北。先不说了，回来再说吧。谢谢你今天陪我演戏。其实我想跟你假戏真做。谢谢你喜欢我，不过就算他不喜欢我，我还是喜欢他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其实也挺喜欢你的。老板，换个地儿坐吧，这是风口，坐这感冒了怎么办？我要是不坐这儿，感冒的就是他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这里有红糖姜茶吗？有，需要等很久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刚看到江17说他肚子不舒服，你把这个拿给他吧。好的。今天谁输了，谁就跳女团舞。四肢不协调，我可不想跳女团舞出丑。除了王炸，谁也赢不了我。4-2，你怎么输呀？对不起。对啊，其实他没说，我只在乎比赛的结果，他在乎只有你。李董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喜欢我又喜欢别人，你把我当备胎啊？我从来没喜欢过别人。那我走了之后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你把我拉黑了，我一直在找你。你找到我，你也没说啊。因为你说你有男朋友。我有男朋友了，那你还对我那么好？因为我爱你呀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直接一点呢？像火焰遇见氧气，极炙热的占据，你的爱是我奔赴的意义。现在这样就围绕细细极光年的轨迹，我爱你的和岁月说不清。我与你时光与跟老板谈恋爱，厉总，这是下午开会的文件。别走了。老板，我来送文件。厉总，这个礼拜就这么近，你学会了吗？居然勾引总裁！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干嘛还装模作样的？你是我的老板，公开了我还怎么工作呀？我可不想让大家看我都眼神怪怪的。怎么肚子有点痛？妈，今晚加班把这些全部都做完。你凭什么给我派活？17，你都不知道吧？他就是我们公司大客户，正在跟公司谈上亿的单子，总监都要给他3分面子，你忍忍吧。这个季度利润率同比增长了13个百分点，股价都翻1倍了，为什么厉总还是不高兴？我要加班，今天晚上不能和你约会了。17，不用加班了，刚刚老板发通知，全公司都不用加班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这下你可以跟我去约会了吧？哎呀，你啥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不过你这个裙子吧，看上去也是个廉价货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转10块钱，去买条新的，怎么样？喂。
17，你在哪儿？你给我找这个衣服也太浮夸了吧！我觉得很适合你。哇，17换衣服了，好漂亮！好漂亮啊！她衣服看上去很贵呀，17好漂亮呀！总裁在跟几个大客户谈论合作，涉及机密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江17，总裁说急需这份文件，让你送进会议室。哦，好。江17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刚刚不是告诉过你，这里在开会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进来吗？不是你让我给总裁送文件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录音笔？你想偷公司的机密吗？这不是我的。厉总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开除呀？确实应该开除。你收拾东西走。我不相信证据，我相信他。他是一个把工作看得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人。舅舅，厉总，你相信这样的人都不相信我外甥女，那这2个亿的生意暂缓吧。我觉得这个生意还是别暂缓，直接取消了吧。不光这一单，以后我们也不要合作。对不起，厉总，刚刚是我鲁莽了。厉总，你为了这样一个小员工至于？他不是小员工，他是我女朋友。我不许任何人欺负她。世界上比婆媳关系更紧张的是闺蜜和男朋友的关系。坦白说，我不喜欢你。女朋友的闺蜜不喜欢我，这种关系最安全。如果你的兄弟不喜欢江17怎么办？那他就不是我兄弟。如果江17变老、变丑、变秃头，你还会爱他吗？如果他变老、变丑、变秃头，那说明我没照顾好他。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怎么样？我们家立冬还不错吧？花言巧语，油嘴滑舌，一看就是身经百战。你也太挑剔了。看爱情片，看恐怖片。17，你想看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难得咱们仨一块吃个饭，来。本来是我们闺蜜的聚会，偏偏有人脸大，横插一脚。跨年这种日子和女朋友一起过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来，17，吃吧。没事儿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有我呢。你多吃点儿。我先走啦。哎，你怎么要走了呀？我宣布立冬通过考察了，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好。那你怎么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呀？我怕你男朋友对你不好会让你受伤，又怕他对你太好，你就不需要我了。谁说我不需要你的？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，每一个我有需要的时刻，陪在我身边的都是他。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，能不能先还给我呀？我要交房租了。大家都是男女朋友，提前就伤感情了吧？没事儿，我工资刚发下来了。你需要多少钱？3000、5000，剩下的钱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你看看你最近都瘦了。喂，我生病了，你能来趟医院吗？不是有医生护士吗？我又不会治病，去了能干嘛？应酬呢，挂了吧。你不必问了，压力我自己承受。你生病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给你煲了点粥，走，扶你进去喝点。请尊重我的宝贝，快尝这个雪糕甜不甜？甜。
你还有脸吃呢？吃什么吃啊？你明明都要跟江十七结婚了，你还敢劈腿？那个死渣男，你看死吧你！干嘛当男朋友？没事没事，你还会遇到更好的人的，大不了我养你。好了，别伤心了啊。现在你已经遇到更好的人了，就算以后我们没那么多时间见面，我还是会为你高兴的。不行，以后我要跟你天天见面。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又陪闺蜜又陪男朋友啊？还有，这是咱们家对门的房子，我也买了，你想给谁住就给谁住吧。第一次去见男朋友的家人，担心会很尴尬。哟，这就是你女朋友啊？怎么第一次来见长辈就来这么迟啊？二姑你别急啊，正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江十七，如果她同意的话，未来还会是我老婆。我追了她很久才追到她，希望作为家人的你们能像我一样珍惜她。走吧。放心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交给我。喂，好，知道了。有个很重要的项目突然要提前签约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啊？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尴尬。有事儿就去忙你的，难道我们还能吃了它不成？没事，你去吧。那我走了，走了吧。你这浑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到3000块钱吧？以后来我们厉家穿的可得像样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下了班就直接过来了，没来得及换衣服。你还有工作呀？现在每个月赚不到2万块钱，那就谈不上是工作。不过这女人呐，就应该早点结婚，好好孝敬公婆，把家务做得好好的，这才算正经事儿。我们还年轻，哪用他们来伺候？这还没嫁进门呢，你就替她说话了？你瞧瞧你这公婆对你多好啊！以后就得早点结婚，给我们厉家多生几个大孙子，传宗接代。不过啊，我看你这个儿还不到1.6米吧？这以后孩子的基因随立冬就好了，要是随了你呀，哼！别聊那些了，走，开饭了。十七，来多吃点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，这女孩子吃东西啊要有个吃相，你看你这狼吞虎咽的，哪像个大家闺秀啊？哎，我没听你提过你父母啊？我爸妈离婚了。单亲呐，也难怪，单亲家庭的孩子那心里就容易不健全，更别提什么教养了。这要是我呀，可不找这样的儿媳妇。你们这思想啊，可真够开明的。你有真正了解过单亲家庭的人吗？是什么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？你还敢顶嘴啊？有没有家教啊？也难怪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呐，也教不出什么好女儿来。闭嘴！谁允许你这么说我妈的？你还敢摔筷子？我是你长辈，你没大没小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立冬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种有妈生没妈教的女人不能嫁进咱们厉家。17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但17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女孩。倒是你们家孩子有爹有娘，怎么30好几了还隔三差五的进局子呢？大家都是亲戚，我这都是为了你们着想。给您面子叫您一声二姑，说白了，咱两家的关系远到8竿子都打不成。我们家里边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嘿，你懂不懂尊重长辈呀？是你先为老婆尊重。慢走啊，门在那边。以后咱们两家呀，不要再见面了。17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来家就闹得不愉快。17，别往心里去，坐下来，咱们接着吃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多吃点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不是签约去了吗？如果让你受委屈，那我赚钱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说起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在外面跟人撕破脸的。怎么，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？你温柔的样子我喜欢，你跟人撕破脸的样子我也喜欢。不，我更喜欢。闺蜜有一个渣男友，但没法劝分，是什么体验？新款手机送你了，就当生日礼物了。亮亮，本来我也想给你买个手机，就是我工资太低，手机频碎半年了都不舍得修。亮亮，你等，下回手机再出新款，我一定买给你。
你手机摔坏了呀？哎呀，没事儿。那这个手机送给你吧。不好吧？亮亮，陪我去趟厕所。你怎么又送他东西啊？你算算，从你跟他在一起，你给他花了多少钱了？今天情人节，你送了他一双新款 AJ， 他送了你什么呀？他送了我一条项链，他说我跑了好几家店，专门找这条特别适合我的。情人节大促啊，买牛奶送小礼物。宝宝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项链解释一下吧。宝宝，是不是这次的礼物你不太满意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手头实在太紧了。要不这样，下午我带你去大商场，咱们再重新看一条项链，大不了我吃半年泡面嘛。好啊，算了吧，不用了，我没事儿。宝宝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，你最懂事了。你送他正版 AJ， 他送你赠品项链，这都能原谅他吗？其实他对我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努力的，就是赚的少。怎么可能没钱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在女朋友面前卖惨，这样他就不好意思花你的钱了，还会倒贴呢。以后结婚彩礼钱他都不好意思开口，那还不如我说多少就有多少。这位是？对，我男朋友立冬。你好，你好，宝宝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？哎，刚才我爸妈打电话说啊，特别想见你，但是见你之前想把家里房子翻新了。我现在哪有钱呀？哎，你不是刚发了奖金吗？李总，有个紧急的合同需要签下去。是20亿地皮的开发吗？是。我们出去说。哎，17，你男朋友干什么的呀？经济开发区西南角都有开发。您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段呀？怎么了？嗨，说起来我们也是半个连筋儿，有钱大家一块儿赚嘛。只要您小小的给我提个醒，以后您让我干嘛，我肝脑涂地。那高新路那一块儿，你留意一下。走吧。哎，谢谢李总啊。你要跟我分手？不然呢？我现在马上就要发财了，就凭你也想沾我的光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咱们开发区地的事儿，马上就要建成垃圾场了。垃圾场？对，也就是说你永远都发不了财。你们几个合伙起来算计我是不是？那天在餐厅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不是，我骗你什么了？哎，我不就花你点钱吗？啊，就因为你闺蜜找了个大款是吧？你们女人就是现实。其实女生一点都不现实，女生介意的不是你没钱，而是你对她的爱都是算计。像你这种算计女人钱的男人，我最看不起。厉总，我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，外面借了一大堆的钱，我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原谅我一次，厉总。看你表现吧。那你之前坑我闺蜜那些钱怎么算？我还。厉总，你原谅我吧。原谅他。不原谅。我们走。那我也不原谅。你说我表姐结婚，我应该随多少份子钱呀？不管你随多少，我都会在你后面加个零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去那么远，不要我陪你去。你那天不是有工作吗？放心吧，我只是去给我表姐当伴娘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表姐，你这结个婚也太辛苦了，一大早就起来梳妆，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。哎，17，谢谢你飞这么远来给我当伴娘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远嫁，我作为娘家人过来给你撑腰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但是表姐，你今天来大姨妈身体不舒服，希望一会儿婚礼顺利吧。放心吧，你姐夫说了，他那帮接亲的兄弟啊，不会乱来的。行了，闪开，别看了，新娘子4点钟就起来化妆了，一会儿还要舞台呢。这不是大喜的日子吗？对不对？对呀，大家伙开心一下，热闹，怎么了？结婚一辈子就这一次，谁不想漂漂亮亮的呀？被他们搞成这样，不是说好了不乱来的吗？算了，把今天先忍过去吧。哦，正好新娘子了啊，要不杯白酒，喝了吧？我不会喝酒。哎，大喜的日子，快点儿，大口点儿。我俩
俩大老远来了，你就喝这点儿，不给面子啊？我姐不会喝酒，不是我说姐夫，你能不能管管？我兄弟啊，给你敬一个酒，你喝了又能怎么着啊？对呀，喝了吧。我喝。行吗？17，你今天喝这么多，没事吧？表姐，我更担心你。你说你这么大老远嫁过来，姐夫还一点都不护着你。哎，你姐夫虽然不怎么护着我，但我这个年纪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。你这个年纪怎么了？闹洞房喽！闹什么洞房啊？我表姐要睡觉了。走，出去。我们走吧。我跟红烧你在哪？你们别太过分了。现在开始，抱着新娘做20个蹲起，做不到的把这杯酒干了啊！走吧。你们几个敢碰我表姐一下，我弄死谁？行啊，那我就不碰你一下。你怎么样？你们谁要敢碰他一根指头，我就让他少一只手。我是江17的男朋友，你们这群打着喜庆的幌子耍流氓，根本就不配做人，应该好好回炉重造，学习一下怎么去尊重女性。你们懂什么？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。哎，谁结婚不这样？我的这些兄弟啊，就是想热闹热闹，我老婆都不在乎，你们这些外人瞎扯个什么呀？谁说我不在乎了？我不结了。不结？哼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这个老女人？跟你这种男人结婚，我姐才会气到变了。远离坏男人，我们才会永远年轻。17，我给你和你姐买了2个气球，给你们转了100万去3亚好好散散心。等散心回来，我再给你姐介绍一个福布斯排行榜的帅哥。这么有钱，那今天酒店的钱、酒席的钱，还有我们度蜜月的钱，还有你们出去的路费，都得赔给我。能，我是有钱，但是你一分都别想拿到。想想钱，我的公司有上百人的法务团队，可以全天候的给你打官司。你要试试吗？我们走。跟你说多少遍，晚上不能吃太多东西，根本消化不了。这下好了，肠胃炎了吧？知道了。嘴上说知道，哪次往心里去了？我已经很难受了，你只会给我讲道理吗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啊？跟我分了以后，就找了个这么个男的，好像也不怎么样。确实，他从来不说爱我的话，总是跟我讲道理。我写了3天的方案，怎么全部乱码了？我说了多少次，文件要备份。哎呦，不是忘了吗？既然是工作，就应该做好各种准备，以应对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。哎，别说了，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快递？这些都是要退的。你买一堆都要退一半，那为什么要网购呢？因为便宜啊。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不要贪这种小便宜，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。你只会念叨吗？烦不烦呀？完了，怎么打不到车啊？明明知道早高峰难打车，就应该早点起床，提前做准备。我这不是睡晚了没起来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第2天要是有重要事情的话，就应该早一点睡。哎，行了，这么爱讲道理啊？那你跟道理过去吧。17，我之前对你是我错了，可我现在改了，我还爱你，跟我复合吧，我一定会比他对你更好的。你是会把爱挂在嘴边，他跟你不一样。睡吧，我帮你做。你网上买不到合适的，为什么不来店里买？店里有多贵，你不知道啊？看我女朋友眼色，但凡她有点心动的，全部给她买上。没事，你慢慢看，我等你。这是哪儿？我在这儿给你买了套房子，你不是早上老打不到车吗？这离公司近，这样你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。太不对了！别装了，怎么可能有男的会这么好？你就是在骗我。我女朋友肠胃炎比较严重，拜托几位专家了。你朋友得了肠胃炎，厉总就让所有专家来会诊。厉总女朋友真的好幸福啊！这位是？不认识。给你熬了粥，不想吃别的吃了啊。
别担心，我一直在的。他从来不说爱我的话，经常跟我讲道理，但他每一次行动上对我的关心，都是在对我说我爱你。多年后，我遇到了当初抛弃自己的爸爸。闺女，谁是你闺女？你抛弃我跟我妈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闺女吗？小姐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走，17，癌症。拿着。我没点外卖。我听说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喝奶茶，我就给你买了一杯。没事儿，爸爸就是想你嘛。17，小心！17没事吧？有没有烫到啊？爸爸，你的手。爸爸没事，只要17没事就行。爸爸给你拿糖。生病了，没钱做手术，就跑外卖挣点药钱。快死的时候了，爸爸才意识到，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好好的照顾你。爸爸对不起你。哎，小李啊，我上次那个保险我不想要了，可以退我钱吗？主管，这一次的奖金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下呀17，以后不要再跟你爸来往了。我跟这里的保安说了，不允许他出现在这里。你是觉得我有这样的爸爸配不上你了？我没这么想，这不都是为了你好？可你就是这么做的，你是觉得我也很丢人吧？哎，你好，你知道张光明在哪儿吗？他不在这干。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？本来呀，今天想卖点彩，管他要点钱，没想到她那个男朋友这么有钱，给了100万。咱儿子的学区房、未来的婚房，还有车，这不都有着落了吗？这生个闺女呀，还是有点用的。17，闺女，你先扒开，爸爸给你解释。有人会找到你，将你的悲伤赶走，无比默契。这是你欠我的，我被你抛弃了2次。别怕，会有人来爱你，在你周围阴霾中散下星星，照亮你方圆几万里，将世界所有。看来你都知道了。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呀？你这个笨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装逼骗我？我找助理调查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在伤心。拿100万买一个浪子回头，你爸爸还爱你的梦，值得。梦总是会醒的，不醒的时候更残忍。我妈要再婚了，我爸也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新家庭，我现在彻底没有家了。谁说你没有家的？江17，从今以后，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想生一个2胎了。你干嘛？你清醒一点，有一个娃就已经够辛苦的了。还好吧？你忘了，娃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每天晚上让妈妈醒过来10几次。好像我们家娃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哎。哦，宝宝乖，宝宝乖，不哭不哭啊，爸爸在。小点声，吵着妈妈睡觉了，宝贝儿。当妈的是为了孩子好才管，到头来爸爸做好人，孩子都亲爸爸。可是我们家娃还是挺喜欢我的。你都5天没吃蔬菜了，来吃点青菜。不吃不吃，多吃蔬菜才能营养均衡。妈妈给你吃零食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太喜欢妈妈了。
江17，你又给孩子吃零食，不许吃。臭爸爸，讨厌爸爸。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还是吃力不讨好？原来你们家是你老公在带孩子啊，怪不得你不辛苦。妈妈，我摔倒了。老公，不是让你看着点孩子吗？你怎么在打游戏啊？没出息的男人才带孩子。那5000万我先给他们打过去。不说了，我在忙。给你，妈妈。看到了吗？刚才是谁说没出息的男人才会带孩子？不管有出息没出息，男人都要带。女人生孩子已经够辛苦。爸爸拿去玩啦。睡着啦？我给他讲了5个睡前故事，他才睡着。你真是一个天使老公，不如我们再生一个天使宝宝吧。老婆，虽然我很喜欢孩子，但是生1个就够了。哎呀，多一个孩子陪着我们闺女不好吗？老婆，你不知道，带娃比公司上市难多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那好吧，从明天开始我来带他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，这么早？今天孩子念叨了你一天，说可想爸爸了。是吗？那你亲爸爸一下。谁是你爸爸？王鹤棣。你平常就是这么教孩子的？不是说了这是和妈妈的秘密吗？好帅呀！没觉得有什么好。你看我们弟弟多帅啊，身材又好。那明天安排你们见面。真的吗？你做梦。你干嘛？生一个天使宝宝。